这座高约5米的大蚁王，像是巨人坐的椅子竖立在路边，吸引来往游客目光。这里就是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同时也是台南第一间观光工厂。博物馆的前身只是经营超过60年的家具行，台南榫卯家具第一品牌的永兴家具。在一开始要从我父亲开始讲起。我父亲从民国40几年的时候，他是在高雄坐船，他是匠师出身的，人家叫阿 U 塞，就是朋友的友阿 U 塞这样子。然后他在民国47年的时候邀我舅舅2个一起做这个家具，因为他那时候已经38岁了，然后年纪比较大一点。如果因为在坐船的时候都曝晒在阳光下，他体力渐渐不支，所以他觉得说那时候台湾光复初期，那每个人都需要家具，那他有这个榫卯的技术，他就用坐船的这种榫卯技术转到做家具来。所以他就是想说，以后做家具他就不用再曝晒在阳光之下，所以他才开始从民国47年、1958年开始在做家具的。榫卯是一个最好的解法，因为我们是用的是木材。那木材的话，它其实在台湾，尤其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而且有闷热，所以在木材上它其实很容易会有变形的状况。那我们如何去让木材这个材料在台湾做成家具又能够这么耐久？其实榫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唯有靠榫卯的工艺去做木材的链接，才可以让家具能够度过30年以上的考验。拥有一甲子的手作技艺，坚持以传统榫卯的工序制作顶尖的家具。传统木艺走入现代生活，也发展出永兴家具独特的现代东方美学风格。榫卯工艺是古人的智慧，不用一根钉子，全靠木艺师的细心与准度制成，还原木头的质朴纯粹，一榫一卯之间，一转一折之际，都是艺术。像这个是我们称之为穿带榫哈，它是3片的木材做连接的，它里面长这样子。那其实早期会用在做地板的时候，地板是一片一片会用这个方式接。那早期的话，桌板像这样的桌面，其实它是可以整块来用这个桌面，那是过去比较奢侈的状态啊。现在林木可能没有办法长到这么大根，我们就会拼接来木头。可能这个桌面可能就是3段在拼接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想象成桌面。如果是3段拼接的话，就一定要用穿带榫，它后面有一根穿带，穿过去之后，它才彼此可以咬合，力量才会强啊。因为拼接的话，其实木材刚刚说会变形，它如果没有这根穿带的话，它会变成波浪状的。好，所以这根非常非常重要，它能够让桌面保持一个水平，这是一个穿带榫的概念。那另外这个是我们称为蟹钉榫啊，蟹是木字旁的蟹，对，就是蟹子的蟹。它呢，中间有一个木钉，拔开之后它就可以打开了，对，这叫蟹钉榫。那这个用在哪边呢？过去是用在木建筑的梁柱，梁柱的话会用到这个蟹钉榫来做。那主要的原因在于说，这个它这样安插进去之后就拔不开了，所以它是一个纵向连接的一个很好的榫卯。那在家具上来讲，只要是圆圈形的椅子、圈椅，它必须用到蟹钉榫来做。如果是桌面的话，除了刚刚说的拼接的话，它也会做一点，就像这个合框。那留这个缝是为什么啊？其实古时候有些看到早期的家具会有留一个缝，那会认为说这是干嘛？这是要让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好清理的状况。那其实为的是，如果是实木的话，它必须要因应的是四季的变化，所以这个缝是让它做伸缩的，它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常讲说，其实木材它虽然已经树木已经死亡，可是它其实还会有一些变化哦。因为木材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材料哦，那也是有很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因为它非均质。如果今天是金属的话，它是均匀的材料，它比较好加工。但是因为木材，它可能早期的这个林地它有坡度，它可能为了要向光性，所以它有一个应力存在。当我们把它切开之后，它就弹回来了。所以木材它其实很容易会有一个
变形的状况。我们刀具都很直哦，但是一切出来反而会开始，怎么会开始变形？好，所以这是木材它的有趣也很可爱，但是也让人蛮恼怒的一个地方哈。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在跟他在沟通，好，这是我们匠师在跟他的一个互动过程。我们一直在思考着如何让木材能够达到最好的利用，然后用到最友善的工法去做出每一张椅子出来。直的要直，平的要平，弯的要顺。永兴家具保留老祖宗的自制真言，始终坚持榫卯工艺的美学。与其他家具工厂不同，永兴是采用一条龙的作业模式，从选材切割一直到主力涂装，一系列的家具制成，每位师傅都要能独立完成。所以在现场时常可以看到老师傅穿梭其中，带领年轻学徒仔细反复地钻研每个工序的细节，一起打造出完美且耐用，可以陪伴一生的木家具。旁边钉啊正实的，佮再有迄个木纹方向的时吼，莫甲掠倒掉灰。所以讲你会当规排类排好开，颜色那个较均匀的时，塑料是这种倒了，拢用好，到尾开始做顶放上刷过就对啊。走过半个世纪，永兴也见证了台湾家具王国时代的变迁。传统木业受到潮流的冲击，改变或淘汰，只是新世代给予传统的两种选择。目前现在的家具形态呢，最主要是分作2大类。第一类就是那个大量生产的，那这一类的工厂全部都移到了越南，移到了大陆，移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东南亚的地区。另外一类就是工坊，就是说父子、夫妻这个兄弟大家一起做的，那人数不会超过5个，那大家就是量身定做了。大概台湾这个家具业是分这木质的家具分作这2类，那我们呢是比较像后者，只是我们人多一点点，也就是说我们是像家庭一样，然后就是量身定做，帮客人去定制家具。那目前来讲呢，现在呢装修类非常发达，所以很多的装修类全部都可以做到衣柜啦、床组啦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不能做的大概只剩下餐桌椅跟沙发这一类的这个椅子而已。那所以呢，我们就往比较高端的方向去走，因为太普遍的东西，其实我们台湾已经没有办法去跟东南亚或是大陆竞争了，所以我们就一直越往高端的方向。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年轻人的方向，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分2个路线，一条就是高端的路线，就是做更精致收藏级的家具；一条就是做这种年轻人他能够接受的，那颜色比较浅，然后比较能够平民化的这一类的东西。那虽然对我们来讲是平民化，因为比起这个高端的家具，它可能价钱只有1/3、1/5，但是对一般的家具来讲，它也是算高价。所以我们锁定的是这一种2代，就是说它本身他们就用好东西，那他们的2代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太老气，那他们希望用一点比较新一点的我们是锁定这一群这个消费层这样子。老品牌随着2代积极寻求改变的开疆拓土及第3代新活力的注入，解开了传统产业思维的束缚，让传统品牌年轻化，导入更新颖的元素，拓展版图，从设计、研发、制作、销售，甚至是传承等，让传统产业得以重生。基于对榫卯工艺的坚持与热情，为传统木业保留香火传承，于2004年开设了鲁班学堂，成为台湾第一间体制外的木工学校。16年来，培养无数木作爱好者，透过课程、教案研发与师资培育，将木艺的种子按部就班地向下扎根。我心中我也想要成立一个这样体制外的木工学校，让木工的技术不要因为正常的这样子的学制内的一个教育的改革，就把这个木工的技术完全都放弃。但是我有一个原则，一定都要从
最基础的开始，也就是说从磨刀一直在做榫，然后再开始做这个家具，然后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在鲁班学堂，我们当初就有入门班、有初级班，还有进阶班，就分成这样子3种的一个渐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程。我总是觉得家具它不只有工而已，实际上它参与了美学，参与了文化，参与了考古，参与了艺术，参与了这个科学啊，还有工程。因为像我现在在屏科大任教，我一直在跟学生们讲，甚至学生家长来，我也跟他们讲，我不希望训练是一个工艺家，或者是只是一个一个工坊里边的这样子的做的一个工匠而已。我是希望他们变成一个企业家，因为唯有这样子的木工能够把它普及化之后，它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木艺这个艺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传承，才能够落实的来执行。除了成立鲁班学堂外，永兴更于2005年利用闲置产房成立了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搭配能实施运作中的工作场域，化身为一间活生生有生命力的博物馆。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有大概将近300个人在这里工作。但是呢，因为在1997年，我们这个整个外移到大陆到东南亚之后，这里变成大概只有40-50个人而已，就剩下的大概1/6的人，所以它有很大量的闲置厂房。那时候闲置厂房要做什么呢？我们其实有很多选择，很多同业他就是做仓库啊，做宿舍啊，做一些什么商场啊。那我们想说，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闲置厂房，那何妨来做一个博物馆？因为当初的利益就是很单纯，我跟你讲了很多，但是你不见得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是不是弄一个博物馆，让你了解这个过程？那你是不是对我的销售会有所帮助？所以当初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那后来就是慢慢的，市政府也看到了，他们也觉得说我们做得很好，所以他就是很大力的鼓励我们。现在我们的博物馆是台南市这个被列为一个比较指标型的博物馆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这个市政府对我们的肯定。那我们现在就是朝向对台湾的家具研究的发展的历史，还有这个榫卯的结构的教学。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历史，问题是没有人在讲家具的历史，大家讲的都是政治的历史。那其实从我们这样子去爬梳过去的历史，就发觉哇，太重要了，因为家具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反应，它能够反映当时候的生活情形。我们日据时代有日据时代的家具，我们在清末的时候有清末的家具，它是跟那时候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从家具的演变、形态，还有它的造型，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日据时代它把那个车床的东西引进到台湾的社会，它把玻璃画引进台湾的社会，它把这一种的这个雕刻彩绘引进到台湾的这个社会，所以我们无形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不同的文化留在台湾的影响。那这个是，其实我们也是从另外一个民间的角度去探讨台湾的历史。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目前共有3个展区，分别是产业馆、体验馆及工艺美术馆。接下来，在蒋主任的带领解说之下，一起进入家具世界，领略木家具之美吧。好，这是我们产业馆的第一个展区。那这边讲的是一个台湾家具产业的一个脉络。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个装置艺术，它这个是一个我们称为木工精神哈。那因为过去呢，一个学徒变成师傅，他需要经过3年4个月的时间训练，那相当于是1215天，所以就是1215个木块堆在一起，一个木块等于1天的时间。所以看到它这个中间有隆起的地方，就是要把这个基础打稳之后，才可以出类拔萃的概念啊。所以它是一个木工精神的一个象征。那中间看到有3把椅子，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哈，因为这是进馆的第一站，那我们就要强调家具的一个文化性。左边跟右边这2张是
金属的，一定会觉得很跳痛，但它其实是100年前的设计。好，那德国包豪斯的学院成立之后，这2把椅子的一个设计呢，它强调的是建筑跟家具两个领域的一个结合。中间这个是永兴家具在2000年的时候做给总统府的椅子，那为总统府所设计，建筑跟家具有了一个链接性，所以我们希望是把3把椅子摆出来，是强调建筑跟家具的一个脉络。这个展区呢，展示的是有5把椅子哈，那5把椅子呢，都分别代表不同的时代，因为台湾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历史。那第一个是明式家具，明式家具也是整个东方的一个顶峰的时期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2个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文人介入了家具设计，它是连庭园居家到家具都是一贯的设计，所以它里面包含了看到有这个圆圈哈。这外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哦，方圆之间，这就是文人他们把自己的一些哲理跟价值观融在家具设计里面。那第2个经典的地方在于材料，因为明朝有一个郑和下西洋，他把东南亚高级的红木带来中土，所以在明朝以前其实都是用榆木软木那种类型的，比较没有这么高的一个经济价值。到后来紫檀、黑檀进来了。走过台湾这边走过清朝之后呢，日本时期来到台湾，那可以看到整个建筑家具的形态，这是一个梳妆台哈，那很多的巴洛克式的一个概念，很像是新化老街啦，或者是迪化街那种类型的建筑立面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日本那明治维新时期，他们非常的崇拜欧洲的文化，所以这个梳妆台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巴洛克式的一个风格。那除了在这个形制之外，材料上也不一样。这个玻璃工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慢慢的发展，所以在这个玻璃镜面上的这个技术，在日本时期也大量的在运用在家具上面。过去的这个中式椅款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属于卷草纹因为过去的纯中式的家具里面雕刻都有寓意的，每一个雕刻都有它的意涵，但是在这边的雕刻上比较属于纯粹是美感的方面，这也是日本殖民过后，其实也带着就是我们在台湾这边的家具都一直出现着很多西方的元素在里面。那这一把是我们称为奇本德尔的椅子啊，那这个是展在英国的博物馆。那美国人他们看到这个椅子非常喜欢，那当时他们是第7舰队来台湾协防，所以在台湾南的机场旁边有一个美军的俱乐部。那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年代啊，其实我们做过田调，北中南很多的家具从业者都在做美国人的家具，包括北部在台北是美军顾问团所以很多匠师都在为美国人做家具。我们当时也是一样，我们把这把椅子就是我们当时外销给美国的主要的椅款。那它的设计上可以看到，它的完全就是西化的一个造型，连椅脚都是鹰爪的椅脚，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右后方这把椅子呢是转型时期，因为整个台湾大环境不再适合家具的产业发展，所以我们的市场呢从外销转成内销。那这一把椅子呢是我们在这个1991年开始，我们开始转成内销，然后品牌化，以漆木堂的概念去跟市场做沟通。那以东方现代的概念，所以用料呢是属于花梨木的红木用料。那这个造型呢，其实也采了一些东方的服饰啊，或是一些窗框啊，这些东方元素摆在家具里面。那刚刚说的椅脚其实是有一些设计元素在里面所以这是刚开始初期，从原本做外销开始在找寻一些本土技艺、本土文化的概念融在家具设计里面，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转型时期。那这个展区呢是我们的第6时期就是文创时期。那这个时期其实是因为台湾的设计学院开始慢慢蓬勃发展，很多设计人才慢慢的出现了，所以我们开始从原本的代工的思维转向，开始会有一些创作，会有一些文创的概念在里面了。所以这边都展示的是比较当代的家具设计。好，那这边是体验馆那顾名思义是要体验的，所以这边都是可以动手去触摸的。那我们第一个体验的是4种不同的木材，好，那这边都是原本的颜色，所以木材的颜色其实很多变那
每一片的尺寸都一样哈，长宽高都一样，但是拿起来的质量不一样，所以欢迎各位可以体验。每一种木头的质量重量是不一样的，那也可以猜猜看哪一种木头最重，这也是我们一般就是顾客就是消费者会看到的重点啊。那当然我这边可以卖一个关子，就是颜色越深的越有机会是最重的木头。那到这边来的话，我看到的是家具的工序，从原木到家具的一个过程。第一站会做的是剖料，那剖料分2种剖料的方式，一种是黄色切法跟蓝色的切法。那黄色切法切出来的会是直行纹，但蓝色切法切出来的是山形纹。所以不同的切法，它有不同的取材率，也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今天要做的是门框，讲究的是稳定度的话，我们会用的是直行纹。如果今天是要美观而跟结构无关的，我们就用的是山形纹。这个是在材料上取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考量。那取材完之后呢，就会进到干燥窑的部分。干燥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工序，要控制木材里面的含水率。控制完含水率之后呢，我们才会进到我们的木工的一个场域里面做的是榫卯的加工。那榫卯加工的话，这边展示的是拼板的一个榫卯。那转过来这边的话，会有很多的榫卯造型。其实我们也很鼓励，民众呢可以动手去拆解不同的榫卯，去了解里面的结构长什么样子。那也可以知道，透过这个方式近距离去发现榫卯的美，还有它的一个工艺之巧。除此之外，在体验馆内还有各式木作手工器具介绍，常见的榫卯结构大解密，可以说是将木材相关知识做非常详尽的介绍。再加上寓教于乐的体验道具，也表现出木材特殊的教育性及趣味性。好，那这一馆是我们的工艺美术馆。那顾名思义，我们这边会展出一些特展，那也是我们特展室。那我们会定期会办一些主题特展。那我们这次主题呢是镶嵌的特展。那镶嵌呢是一个古老的工艺啊，它就是不同材质的镶嵌。那现在目前看到这一把这个客厅组呢是石材、大理石跟木材的镶嵌，这是比较传统型的，它等于是背板是换上大理石的背板。那当然，这个过去呢，这个是大概是40年前的一个客厅组了哈。那当时的大理石呢，其实是花莲大理石。那比较经典的地方在于它的背板这些山水画是按照它当时的原本的纹路去洗出山水画的，所以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它没办法复制的，也已经绝版了。那这个产品是我们称为螺钿的技巧哈，它是镶嵌贝壳在里面。那当然贝壳它是第一个，它工非常的琐碎，它必须把贝壳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有颜色的地方把它切下来之后，再把它安在这个木材里面。那这部分有个考验的地方在于说，木材跟贝壳的收缩率不一样，所以久了之后可能会掉下来，所以这部分一定要选用的是比较稳定的材料。那这个是紫檀。紫檀搭配螺钿的这个贝壳的话，其实是非常稳定的。那这个部分的工法呢，也是来自广东的一个工法的一个传承哈。那现在来讲，已经慢慢的已经绝版了。对，那所以这2个贝壳跟大理石都是属于传统型的平面式的镶嵌。那接下来呢，会讲的是属于立体的镶嵌。好，那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刚刚是一个传统型的镶嵌。那过一个转场之后，我们要面临的是未来的镶嵌。那这个装置艺术呢，是一个概念，就是看到这2个蟹钉榫，它是刚刚的榫卯的结构，但是它是用这个亚克力的方式做呈现。那2个圆环大圆环环在一起，其实呢，它也象征着第一个有两层意义啊。第一层意义是镶嵌，它这个立体镶嵌，其实榫卯就是一个立体的镶嵌的概念。第2层意义是这个循环。它代表的事情是一个，每一个物品呢，它都有成住坏空，它一定会有一个衰败的时期，但是它的衰败并不等于死亡，它搞不好是一个重生。这个待会可以在后面的产品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个展区就是展的是立体的镶嵌，也是属于现代式镶嵌。那怎么称为立体呢？像这一个木神的承诺，它是我们这次的主展品。它这个木片呢，其实在工厂躺了10年，因为它有一个天然的树洞。所以它本身可能已经没办法再制成材料，再做成家具了，所以它已经基本上原本被视为是废弃物的存在，但是透过这次的展览，它又重新获得生命。树洞它本身有一个空间，那搭配的是金属的架构，那串上的是
水里蛇窑做的这个陶罐，所以陶罐有陶瓷、有金属、有木材3种材料的一个搭配，那让整个看起来更有层次感。所以他这个作品又透过这个木片，又透过这一次的展览又活过来了。那最后一个展区呢，这是百年家具的特展啊。那这边展示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末的一个时期的家具。那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时期家具还保留了下来，它还没有完全都坏掉。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时期其实文化上有很大的交流，东西方的这个文化的交流，所以可以看得到的是属于传统的中式的，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它因为殖民而受到的影响的家具。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区呢，其实是清朝末年的时候，其实清朝的家具非常的繁复，它是用的是好的材料，用紫檀，但是它的雕刻一样非常的细腻。那尤其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包含有些祝福的花瓶啦，或者是梅花鹿啊，或者是蝙蝠等等的，那甚至还有龙的一个图案在里面哦。所以其实中式的这个雕刻里面都有很多寓意在里面，但画风一转到看到另一边，其实看到的是越南的客厅组。那越南客厅组它受过法国统治，所以它的这个造型呢，其实是一个属于法式的洛可可的风格，但它的雕刻呢还是属于东方的雕刻，所以它是一个中西的一个合璧的一个结果，也非常特别。像这样的形式家具，它并不存在于中国，也不存在于法国，而存在于越南所以它是因为受到殖民的影响而有这样的一个形制。所以呢，这边主要看到的是文化交流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也是带到我们的一个博物馆的宗旨。家具不只是一张椅子，不是一个坐具用具，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透过不同时代的家具，可以看到原来家具可以记录当时的审美观跟价值观。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让消费者可以知道家具好好珍惜，因为它也代表着你自己的价值观。除了让人大开眼界之外，透过专业导览介绍下，也深刻的体会到家具不仅是生活物件，更是当代文化的载体，在历史长河里默默的记录每个时代的故事。馆方也特别规划工艺体验 DIY， 有多达20多种的木工体验，不管是简单的杯垫、手机座，还是难度较高的竹筷、椅子等，都可以动手体验看看。透过实地操作，享受与木材之间的对话，体会手作木艺的乐趣。又或者到礼品区逛逛，各式文创商品、风格小物都是由永兴专业木工师傅打造而成的，小巧精致，都非常值得收藏。为了推广木工艺，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以行动博物馆的概念，透过活动体验，将木工艺推广到各个层面，譬如公益下乡、儿童夏令营、教师研习营、银发族社区关怀等等。除了在馆内的 DIY 之外，我们也会去争取往外走很多社区啦、小学啦这些公益下乡，我们长期经营的部分，都是在做这部分让木材让这个木作可以深入到不同的族群，偏乡小学也好，银发族的社区关怀据点也好，其实这个木材是中性的，它是一个很好融入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个不同的族群都可以透过木材找到一个成就感也好，或者是一个对工艺其实不是这么遥远，它是一个很常民化的是一个只要你有心就可以把它做好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博物馆的目的呢，跟未来方向就是让木作可以更生活化，能够让更多人可以简单上手，然后喜欢上木头，爱上木头。